是发生伫台南的消息，这台南啊中西区一间这个店面啊，外口变电箱啊，熊到导火，唰来就开始爆炸，将这个过路人惊一落达咧，赶紧要逃走。警消人员得到消息到现场了后，第一时间就先请这个台电的人员将电线架拆起来，所来赶紧拍火，火伫30分钟内就控制掉了啊。啊，那导火原因呢？这个警消人员判断讲，这有可能是甲电线伤旧有关系。 主体外面的双火光也阁传出爆炸的声音，这毋是咧放炮啊，是牛条店面的变电箱啊导火啊！附近的居民也阁有经过民众，拢惊甲赶紧闪较远咧。消防队接到通报，紧通知台电断电，嘛赶紧拍火。适逢假日海岸路有活动，那民众围观的非常的多。那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呢，有将民众做一个区隔。 发生的地点就伫台南市中西区这间店家外面，当时牛条店面的变电箱啊，汹涌转导火爆炸，头家就惊一个紧冲出来。我无狗仔紧走出来啊，就走去隔壁化工回声啊，叫因紧走啊。来看这导火变电箱啊，已经过拢烧甲害去啊，连牛条嘛拢糊甲乌麻麻。一透早火调科的人员就来到现场鉴定，要找出导火原因，无排除甲电线老旧有关系。